各位先生，大家好，开经期真正好，开经期真正，咱来用先来讲那个，各位先生，大家好，安尼袂伤大声，各位先生，大家好，咱咧是大人80外岁、90外岁啊，诚心诚意要来读经，感恩啊！咧咱先来读开经期啊，有心经迄本先来咧开经期，咱先念佛好了哈，要念佛好咱就先双手合掌，手先合掌咧就要来读佛好念佛好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开经期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先生大家好今仔要读心经啊，今仔就要来读发这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发这波罗蜜多时，照见我闻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有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也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也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地也无地，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发这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发这波罗蜜多故，彼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发这波罗蜜多，是大成就，是大明就，是无上就，是无顶顶就，能度一切苦，真实不离。故说发这波罗蜜多就，即说就话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咱今年咱家己就较认真念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咱这个时代就是讲爱劝人爱去求道，爱去求道，一定爱去求道，大家一定爱去求道将来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达到圆满所以讲这道咱会当超生了死足重要的
各位前贤大家好，今晚来读有孔子讲的上一本有孔子讲的上一本，先来读弥勒救苦真经好，来现在到弥勒救苦真经，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回天，念宝地罗灵山地，莲花印净可三星，落在中原三星地，大净四川红河心，天津修完挂姓河，三台时节点心兵。云雷震开木基土，天下神鬼不贪灵。亲在人间中华庙，九莲圣教归上生。天花老庙随玉线，修完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中树。文苑古迹在中央，老庙降下通天桥，呼应山前对合同。今日要上归家去，思念东来弥勒经，用心思念佛来救，得金莲去超生。积极世来别相主，用字点题化成金。每日之心常思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相信佛亲礼拜，相持聪明智慧心。又听社人何说话？若选伊马了无心，老庙降下真天咒，用心思念有神通，满天星斗得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圣风来对贺，报事领导查得清。三观大地做比做，下罪天责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清点文波各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诸位菩萨救众生。因领36万众。我必灵观紧随机，辅助弥勒成大道，保佑中义得安宁。北方之母为众岁，青年风范显神通，下起得其家日月，得定神罗七宝星。为定北方为岁首，独清诸恶挂甲兵，早求元人用义女，为公六地化为田，四海灵王来助道，国家祥魂去平空，十方天兵护佛教，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三阳弥勒尊，五方铁令下下生，修福南严归正宗，风来坐下真言咒，传下东来大藏经。因而差路上思念，下神不敢来近身，思念一片神通大，
思念两遍得超生，思念三遍成鬼怕，梦两邪魔化为定，修持劫内顺路行，念起真言归佛灵。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十口手。哦，好，各位今年食茶食茶。講食茶啊，迄個做關係。好，得咁咧，叫唔係什茶？我，咖啡請咱食，咖啡較唔好食。感恩啊！平常好啦，平好，放啊，平常好啦，得放啊啦，真正得放，感恩啊，謝謝啦，安尼好啊，食白茶好啊，食白茶好啊，唔通個準備咖啡啊，袂習慣啊，袂習慣食咖啡哦，安尼就食白茶好啊，感恩啊，謝謝哦，感恩你哦，謝謝哦。足尊敬老師，足感恩你啦，好啦。安尼就尊敬老母娘，諸天神聖，安尼好啦。和合唔念啊，謝謝啊，感恩啊。謝謝食白茶好啊。各位前賢大家好。即馬就要讀《孝經》，天地中孝，孝東先。一個孝字全家安，孝順靈性，孝順主，孝順主地必明顯，孝是仁德第一步，孝主下世皆為先，自古忠臣得孝主，君選賢臣以孝良，盡心竭力孝父母，孝德不獨講家親，孝德貴在心中孝，孝親親戚莫諱言，笑語人間不惜孝，為心服孝願力還，諸事不順因不孝，怎知孝靈感動天，孝德貴順無他名，孝順不分女強男，惡樂皆由孝之必，天將孝主令眼觀，人人都可孝父母，孝敬父母如敬天，孝主口內有孝語，孝父面上帶孝顏，公婆上邊領盡孝，有樂孝來有樂顯，如得宿命成合孝，三將四德孝在前，孝在鄉當人親近，孝在家中大小歡，孝主奉人照款孝，孝化豐碩人品端，謝前孝主聲價貴，祝賀孝主萬國團，處世唯有孝歷代，孝靈感動地合篇，孝經孝文化孝法，孝父孝廟孝祖先，父廟成主願為孝，靈孝就是好兒男，為人靈把父廟孝，下陪孝主教養還，東上父廟不知孝，
佛后受供莫幻天，后主面大太和尚，入后出地主延安，亲在应后不地后，亲属地后有慧然。后在心后不在貌，后贵实行不在言，后主这家全家乐，后主地国万民安，五国同顶皆因后，一后即是太平年，零后不在因何乎？显体清心是浩然，兄弟和睦皆为好，阴阳两二把好转，好将难处见真好，好用满面性清然，有妙相传正义好，好书观看亲影单。赶紧后来光阴快，亲友五后逍遥天，生前为好风为好，祝贺尽好多恩言，孝顺传家好是宝，孝性温和好美感，香果贵入上帝好，何阿反复好清然，为人若是不知好，不如禽兽是可怜。别听万仙好为首，当知好字是根源，念佛定仙也是好，好中佛力超九天。大哉好好，大哉好，好义无穷，好无边，处偏故故不离好，离好人伦变得天，念得十遍千个好，念得百遍万好转，千遍万遍常常念，消灾免难别好天。哦，安尼好好好。哦，各位前年大家好哦，今晚就要来读道之宗旨，敬天地，礼神明，爱国忠恕，敦品忠礼，好父友，重师尊。信朋友，爱乡邻，解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遣发五教圣人之恶旨，较遵守为公常之鼓励，悉心得路，照假修真，配合本性之自然。体发良知良能之至善，既立立人，既达达人，满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以世界为大同。好，即马过来要来读《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宣贤以灵，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主其主，使奴有所终，众有所用，友有所长，观看孤独废疾者，皆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脾气地呀，不必装义气，你脾不出离心呀，
不必为己，是故无病而不兴，得chấp乱接而不作，故为好而不避，是为大同。好，今年大家叫一个食茶，食茶咱的气喘哦顺利安尼，哦。那拿我当。在给灯间。点位啦，各位点啦，点，投票。点位是上卡来。各位前人好。哈，咱要来读太上清净经啊，各位前人大家好，咱即马就要来读太上清净经，我君法大道无形，性欲天地，大道无情。本性人我，大道无明，供养万物，我不知其名，供名曰道，无道者，有清有道，有动有静，天清地道，天动地静，南清如道，南动如静。感本流满，而生万物，清者独之源，当者净之基，人灵相清净，天地色界归，好人心好清，而心了智，人心好静，而欲牵制，相灵牵其欲。以心自静，定其心；以心自清，自然了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灵者，为心未定，欲未欠也。灵欠之者，为观其心，心无其心，为观其行。行无其行，观观其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无，为见于空，观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当然相即，即无所即，欲其灵生。欲其不生，这是真正真常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净，常清净义。如此清净，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是无所得，为化众生，名为得道。令我之者，可传圣道。我君愿，上士无知，下士好知，上得不得，下得即得，即得之者。不明得定，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经其神，既经其神，即得万物，既得万物，即生贪求，既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又苦身心，
见则毒扰，流浪生死，相沉苦海，应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净矣。好，各位真贤大家好。今仔就要读诸子地家结缘，黎明即起，早扫丁读，晓内外精结，记分辨识，观色问候，必亲自检点，一足一环，当书来处不离。万事万理，应念无力为家，以妙以丢妙，无人咳而骨正，诸方必须欠药，见客切勿留恋，去苦即而家，安好性金玉，因湿欲而精。凡所如定修，不应花恶，不无良典，三果六宝，是阴德之媒，比比切交，为归谤之好，东破无良准美，切切切其严重，多当随愿，这事不可不行。诸孙虽愚，定数不可不通，其心不其欠朴，教主要有义风，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以见挑莫益，不见班夷。见强苦亲临，书家文书，刻薄成家，理无救下，论上怪损，立见消亡，兄弟相结，所分得润感，将有内外，以发俗事言。应复言怪骨肉，岂是丈夫？丈主宰，不父庙，不成人主，嫁女得家婿，无所丈聘，娶色有淑女，无家何廉？见富贵而生添用者。最可体，吾兵强而作交太者，坚木心，其家界正常，常即常向，处世界多言，言多必实，不是势力，而令别国官，有贪口福，而自杀生禽。怪客自私，毁我必得，退毁自甘，家道难行。压力恶小，久必受其累，屈自努行，急即可上依，听听发言。安知非人之亲属，当今乃三事，因事相争，言知非我之不是，自平心暗笑，是非无念，受因莫忘，凡事当留意地，得理不宜再恶，人有希情。不可行多即心，
人有何患？不可生喜形心，先欲人见，不是真善。恶强人知，便是大恶，变色而起淫心，恶在车路，力愿而用暗箭，何言子孙？家门何顺？虽用顺不给，亦有遗患，不可早还。若龙头无疑，自得自乐，托书自在圣贤。为观心准君国，手分安民，顺时听天。为人欲处，树好经验，诸辟罗书，诸主地家结言中。好，各位真年好啊！这位诸主清朝时代的啊，毋是迄个宋朝南宋时代福建的朱熹朱文公。好，真年好。要一个要食茶哦，安尼喘气喘哦较顺。哦，是。足感恩你啦！哎呀，谢谢啦吼，足感恩你啦吼，谢谢咱的心心诚意啊，足该感谢安尼吼，咱的食白茶习惯安尼啦，食白茶习惯哩，感恩啊，谢谢啊。足感恩你。咱安尼今年啊是大人安尼80外岁啊，90外岁啊，安尼诚心诚意要来读。要来学读经安尼好，会进步好，较近伫啦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后盖有机会就可能读到博士班做博士的偌好咧做博士的就是有迄个好的环境，会当好读册嘛伊较无迄个病苦嘛，人咧读册伊拢会当对着嘛若病苦济，人老师咧教伊艰苦袂当去上课伊就袂晓所以咱逐保平安会当读经智慧好增加感恩啊！好，各位前年大家好咱即马就要来读三字经啦好，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故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性明妙，识人处，诸佛法，断其谱。道燕山，有义风，教我主，名苦勇，用不教，无之过，教不严，此之道，诸佛法，非所宜，有佛法，若何为？若不道，不生气，人不学，不知义，为人主，方小时，亲师友，习礼仪，向九龄，令温舍，好于亲，所当知，用数岁，令用礼，第一条，以先知。修好地，处见闻，知无数，识无门。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三载者，天地人，三公者，日月星，三公者，君臣義，父子親，
夫妇顺，或春夏，或秋冬。处事时，温不强，或南北，或西东。处事风，应河中，或水火，木金土。处五行，本河数，十干正，甲子贵，12支，主子亥，或风道，日所点，或赤道，东中权，赤道下，温暖节，五中华，在东北，或江河，或怀济，处事毒，水之气，或大华，相形形，处五岳，山之名，或属农，或工商，处事民，国之良，或仁义，礼智信，处五常，不用文，地所生，有错目，处地文，骗水略，有听符，有鸟兽，处动物，令非祖，道良俗，秘书籍，处六国，人所食，马牛羊，皆犬死，处六条，人所事，或喜怒，或爱哭，爱恶欲，七情苦，清赤红，急迫迫，处五色，木所食，生苦甘，急心寒，处五味，苦所含，尖椒香，急生臭，处五臭，必老臭，包土吉，木色金，是不足，乃八阴，或平常，或体热，处事生，宜调协，各精做，父而心，心而主，主而孙，主子孙，子贤精，乃求足，人之伦，父主因，夫妇长，兵则友，地则强，中有事，有以平，君则敬，臣则忠，处十义，人所动，当顺事，勿违背，三自吹，大小公，智事满，五福将，礼乐社，欲事所，五六艺，金不负，为事合，人强尊，知识义，讲说文，有古文，大小段，礼初记，不可乱，若讲学，苦机还，但落算，令地缘，还分无，事讲究，常分补，名故独，为学者，必有通，小学将，知事书，论语者20篇，君地主，记贤言，明主者7篇字，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乃空隙，终不
天，用佛业读大学，乃净主自修者，至平地，著书属，好经通，如律经，是可托，是书业，历春秋，何律经，动讲求，有连山，有归宗，有就业，三业上，有颠磨，有本课，有世名，书之二，我就讲，作就礼，度六观，尊地体，大小大，主礼器，率圣言，礼乐地，或国方，或雅上，何事事，同风应，四季亡，春秋作，五百变，别善恶，三团家，有公用，有则事，有国良，经其名，弘学主，绝其要，记其书，我主家，有顺用，文中主，急怒中，经主通，学主书，可世地将士，自希农，至弘地，何三行，吉祥世，当有无，何二地，上益顺，清圣世，下有富，上有通，周文武，清三王，下团主，家天下，处必在天下下，通法下，国和相，略必在至朝亡，周武王，是度朝，八必在最中九，周德当，皇宫对，听干戈，上有水，是春秋，将建国，五霸雄，七雄出，行真事，四兼并，团二世，楚汉争，各作兴，汉业建，至孝平，洪猛传，公武兴，为东汉，数百年，将伊献，为蜀吴，征汉鼎，贺三国，吸两晋，宋节节，鸟鼎盛，为南朝，多金陵，国元魏，文东西，武文州，以歌节，大治隋，一托付，不再传，七通俗，通东歌作，起义书，读隋乱，创国基，20团，三必在，鸟灭之，国内改，鸟东晋，极汉州，清五代，改悠悠，亦炎宋兴，寿州县，18团，南北分，辽以金，改清地，元灭金，绝宋世，以道讲，朝前代，有10年，国作废，太祖兴，国大明，何洪武，多金陵，大成祖，前燕兄，16世，
至当今，宽严树，跳如林，理创出，心气魂，清世祖，应经明，净树风，克大定，有空勇，立天家，民安富，地节宽，道含间，变乱起，施应化，妖道起，东公河，传统肉，传九地，万清物，结明兴，会地济，立宪法，建民国，古金属，专在诸，在地乱，地形衰，处随还，托有处，主其一，汉书二，有汉三，国事数，兼正经，参通鉴，托书家，可实录，通古今，欲亲目，跳而上，心而为，调而书，色而书，色中年，书行托，古圣贤，上钦学，调中令，托罗伦，笔记书，学车勤，起步变，写德感，笔无书，请地灭，调贤良，水气果，笔不教，做勤苦。如龙吟，如应刷，加随便，学不绝，如负心，如挂角，心随乐，有可读，所罗转27，是法分，托书集，笔记脑，有会题。你小心，宜多书，欲良好82，对大庭，亏多书，笔记行，重情义。你小心，宜立志，应8岁，令应诗，必7岁，令父旗。必应我人清奇，你有合当孝之，转文机令变琴，写道温令应吟，比如主请聪明，你男主当自敬，当留案，方7岁。以心动，作正如，必须有，心意数，你有合，免而地，有为者，亦若是，天修也，皆修行，各不合，恨非人，谈破事，通良密，人不合。不如物，有而合，壮而行，上帝君，下德民，用明星，显父妙，公义简，如意好，人为主，金满盈，我教主，为一经，勤有功，义无益。盖自在，义免力，三如经中各位先贤大家好哈！咱80外岁啊，90外岁啊是大人哦，大家都诚心诚意认真来读经啊！
哦，咱要做功德回向吼，好，咱双手合掌的，念迄个回向文的吼，功德回向吼，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五等一众生，该强生福道。哦，还佫有哦，要佫功德回向的啊，咱就甲记哦，记看安怎念啊。咱是大人哦，80外岁、90外岁啊，诚心诚意来遮读经哦，咱有一点点功德哦，就要来回向咱的七世父母哦，7代老爸老母呢，安尼报恩就是孝子啦呢。咱有一点点功德哦，就要来回向咱的七世师长啊，咱的老师啦、长官啦、师长啦咱有一点点功德。就要来回向咱的冤亲债主啦回向冤亲债主咱的身体会较健康平安有一点功德，就要来回向咱国语真言咱家己本人要回向咱家己本人在座真言咱大家拢得功德得功德大家得到健康平安拢会当来遮读经功德回向安尼安尼大家诚欢喜，安尼诚介好感恩谢谢三字经先学到遮若要学千字文爱学一抓就好啦。要学千字文学一抓就好国语真言要学千字文咱来学，咱来一届学一抓就好咱复习第一抓真该有读第一抓复习，真该有读一抓啦。真该有读一抓哩，讲来复习，真该一抓哩，真该有读一抓呢。咱来复习一个千字文天地显宏，咱就念天地显宏，宇宙宏宏，咱就念宇宙宏宏，日月灵照，咱就读日月灵照，金秀日中。金秀日中，青秀的秀24青秀的秀，28青秀对啦，28青秀的秀啦，金秀日中今仔日要学第二抓寒来暑往咱就念寒来暑往秋收冬种咱就念秋收冬种。润于生水咱就念润于生水，日如朝阳，日如朝阳咱先学2抓啦，一届来学一抓咱真正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届才学一抓尔，一礼拜当学一抓尔咱若有诚心诚意就甲学起来，若这个对的就是咱的。这个对的就是咱的安尼真然好好咱歇困的，咱食茶的咱两个坐足久爱活动的大家得到身体健康咱了有真然迄身躯白疼足辛苦的，咱有一点功德就回向变苦者做这个帮单主互迄个骨刺会当得到名医甲治疗赶紧好起毋通是迄骨刺的痛苦遐艰苦咱咧修行就是要会当离苦得乐有病苦会减轻同辈会减变轻薄咱咧做弘扬化解无咱轻松，同辈转轻松。对，重报化轻薄。对啦，就三。哎呀，我这大家都拢知。